在世间上，冥冥之中有一股正义的力量。虽然有人去挑衅冲撞，故意耍诈造谣抹黑，但终究会回归正义的原点。你想违反道义，你想倒行逆施，肯定是无法如愿，因为这是天地间永恒的真理。因为这是天地间永恒的真理。活在世间上，冥冥之中有一种因果的存在。虽然有人去践踏末世，为了私欲不择手段，但终究难脱离因果的制裁。你想蛮横歪曲，你想逆天而行，必然是无法满愿，因为这是宇宙间